来继续来看台北市一个骑士骑车骑到半路啊，头前这个路中突然间出现一个三角锥，伊未护闪撞落，摔伫涂骹，搁互后壁货车甲撞到受伤了。这个骑士来质疑台北市警用的三角锥哪会出现伫路中呢？这个中山分局调监视器，结果发现这个三角锥，互一个男子甲刷到路中了。这男子这款的行为已经违法，会去互罚款。我是骑士直直向前行，敢若看头前的人雄雄刷去正边刷落来。路中央的三角锥，骑士未护闪，连人带车摔伫咧涂骹向前出，搁互后壁的客车撞到。规个人是扁一人，地水的骹头腐是血插插地，身躯顶搁有真侪刺伤。详细甲看三角锥顶悬写台北市警局，受伤的骑士就质疑讲，是安怎三角锥会伫咧路中央？警方用来调拨车道的三角锥被人擅自移到路上，导致车祸发生。伫咧中山北路3段花圃公园4号出口，遮的车流真济，上班时的早起拢会调整车道。警用的三角锥原本拢放伫咧花丛边啊，不过初二暗时6点18分，好心查甫人甲三角锥刷去斑马线顶，想袂到三角锥互行过的公车塞去路中央，短短7分钟就互5时骑士出车祸。好心查甫人伫路中央放物件妨碍交通，恐惊违反道交条例。到案后自称因路过见到路上有鸟尸体即自行从路旁拿取三角锥摆放以作警示。警方对查调监视器，嘛找到好生查甫人甲三角锥刷顶动的影像。目前调查的责任阁着爱查清楚。不过三角锥无缘无故互刷去路中央，害民众出车祸，恐惊嘛会互人开单。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